首先多謝會長 Francis，多謝 Royce，同埋各位評審嘅對恒生銀行嘅一個肯定咁樣。由當初 Day One，Francis 話俾我知，喂，我哋今年有個個人大獎，而係好榮幸我攞到個大獎咧，係受寵若驚嘅，係啦。咁到今日喺台上邊咧，由受寵若驚到而家，我覺得榮幸嘅。榮幸主要有兩個位，第一個位就係呢個獎啦，係香港享譽品牌大獎啦。我諗香港呢個字咧，對於恒生嚟講咧，好緊要嘅。恒生植根香港90幾年，我哋一直喺香港為家，一直服務香港嘅市民咁樣。咁第二個覺得榮幸嘅地方就係呢個個人獎，亦都係企業營銷領袖大獎。我諗喺個企業裏面咧，最緊要咧唔係領袖，最緊要係一班同事。我都好慶幸過去呢幾年喺恒生有一班好嘅同事啦，可以同大家同我哋啦一齊去出生入死，亦都喺唔同嘅一個 campaign 上面啦，亦有唔同嘅迴響。咁再次多謝 Francis，多謝 Royce，有多謝AIM 頒嘅獎俾我哋嘅，多謝。